今日帶大家嚟到景盛苑駿景閣，全屋採用原木風設計，家私選色以自然木色為主，溫暖嘅木質調性讓居室散發出滿滿嘅舒適感。一入門口位置做咗一個大獅子櫃，收納鞋同雜物，充分利用空間之餘，仲顯得井然有序。而櫃內安裝了柔和嘅燈帶，令空間更加多樣性。右邊做咗飾物櫃，俾業主可以隨心擺放展示物。另外，窗台我哋用生態板做咗一個木板，遮住舊有嘅窗台石，係相對性價比嘅修飾處理。接住係大廳，見到做咗一個簡單嘅原木文地櫃，搭配掛牆電視同純白電視牆面，營造自然和諧嘅美感。我哋通過打通隔牆，做出一個開放式空間，讓視覺更加寬敞明亮。房間部分，我哋做咗一個地台床，左邊做咗一個長形梳妝台，連多個櫃桶，兼具辦公、梳妝及收納，為業主提供了充足嘅收納空間同功能性。去到房間入面，我哋做咗油壓床和衣櫥，搭配全新鏡門，可以照全身穿着，增加實用性。喺大門嘅左邊，我哋做咗一個全高櫃合併雪櫃，唔單止可以擺放雜物，仲令成個感覺更統一。再睇洗手間嘅設計，浴室做咗一體盤連地櫃、智能鏡櫃，兼顧美觀同收納需求。及最上方做咗一個小吊櫃，可以遮住樓上嘅隔氣。廚房位置做咗一個黑色門套，修飾牆身及磚嘅接駁位置。呢度做咗一個淺灰色嘅櫥櫃桌面同原木色嘅地櫃，增加廚房空間嘅層次感。每一處細節都展示咗我哋對設計同生活嘅用心。想裝修 ？WhatsApp 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，我哋係適度裝修設計，屬於你嘅別心設計。